個故事。其實咧，可能在場有好多人係用唔同嘅途徑識我嘅，有可能都係有啲唔識我添。自我介紹一下，我係黃嘉怡 Jackson。我就係咁千萬個藝人、歌手、娛樂工作者其中一個啫。咁我今日有呢個平台，有呢個機會可以見到你哋 ，being a part of your life，I feel very thankful and blessed。好多謝。我想分享俾所有嘅我嘅觀眾、我嘅 community、我嘅fans。我一直以來就想 Magic Man 2想 share 一個 message 就係我哋每一日唔同行業有邊行唔辛苦你話？我覺得包括我在內，你話即係講句事實，我咧就係賣唱嘅。咁咧，你覺得有咩了不起啫？咁我覺得我有呢個平台，我想分享俾大家聽，就係每日我哋生活喺一個環境度，太多 information， 我哋每日都喺度 output。我希望我自己，我到而家出道咗11年，我學到自己一樣嘢係，好多時候需要俾自己多啲時間，同埋放過自己，同埋俾自己多啲愛。我哋每一日成日都喺度 output， 成日都喺度輸出。有好多時候每一日 internet 太多嘅